近日，為期5日嘅香港職業訓練局小紅書電商師資研修班已經順利結業。嚟自 VTC 嘅數十位大學教師齊聚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觀塘校區進行全面嘅小紅書運營培訓，如直播、選品、店鋪後台運營等實訓。香港好多朋友用小紅書，呢個我哋亦都睇到一啲數據係小紅書可以講喺香港、澳門乃至華人地區都好受歡迎。OK， 咁但係可能佢哋用得多，但好少去攞嚟自己去做營運啦，去做呢個電商嘅生意。香港嘅業界係對小紅書嘅營運肯定係有需求嘅。咁關鍵係而家香港本地識得小紅書營運嘅人才係未滿足到需求，即係簡單嚟講，真係識做嘢嘅人才少。OK， 咁我相信通過 VTC 嘅老師，甚至香港教育界更加多嘅呢一啲專業嘅小紅書嘅trainer 出嚟咧，咁我相信香港嘅呢一個電商嘅營運人才，或者講社交媒體嘅營運人才，一定會越嚟越多。咁佢哋亦都可以玩得更加開心，或者用佢哋頭先好中意嗰句話啦，做生意都可以好有趣。本次培訓旨在幫助香港職業訓練局相關專業教師深入了解小紅書平台，掌握小紅書電商運營嘅知識與技能，幫助佢哋培養出符合市場需求嘅電商專業人才。而小紅書大灣區電商運營中心系統務實嘅培訓，得到咗參與教師嘅認可。吃那個多士，我們不多士的時候不會吃多士。我要吃。之前一路知道喺電商嘅發展喺中國係一日千里啦，咁但係自己係從來冇試過即係一個咁即係充實嘅一個課堂入邊啦，可以聽到啲咁專業嘅導師啦，可以逐一即係解釋翻其實成個嘅發展啦，甚至乎係成個小紅書原來哇已經係咁完善啦。咁特別喺數據化上邊咧，我哋知道AI 啦，其實呢幾年嗰個發展速度好快，咁但係未至於咧去到咁即時性。咁呢樣嘢對應翻咧喺即係我哋嚟緊去分享翻俾學生啦，甚至乎我哋之後再去接 job 嗰陣時候咧，係啦，咁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去探討啊，即係我哋成個嗰個策劃啊，或者係我哋嘅 idea 點樣令到佢變成即係更加係能夠對應到我哋嘅受眾咯。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嘅。其實我覺得係而家個時勢已經唔同咗啦，即係大家有無限嘅可能啦。其實年輕一輩有更加多嘅可能同埋發展嘅空間俾到佢哋。咁所以今次小紅書呢個即係頭先所講大開眼界，其實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哋已經唔係學生，但係其實對學生嚟講呢樣嘢，其實對佢嚟講，我成日都見到嘅。但係其實佢都可以參與入去，佢可以成為其中一個網紅嘅，或者佢都可以另外一樣嘢可以即係做自己嘅人設啊，或者可以賺錢啊等等。其實條路可以闊啲咯，可以話俾啲學生聽。其實除咗我哋教嘅 theory 其實入邊同小紅書都有關係過。我哋教嘅營銷點樣去營銷，其實成個 package 已經喺晒度㗎啦。學生可以學到更加多嘢，用實踐落去添。咁其實呢樣嘢係我哋想帶俾學生更加多嘅，即係大開佢哋眼界，亦都大開咗我哋眼界咁樣咯。